你与那女子的婚约早就作废，在儿臣这里，不曾作废。哦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母后所说的好人家，难道就是那西郊的荒村野宅吗？琪儿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母后不让儿臣彻查慕容家一事，难道是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大胆！你竟然敢怀疑母后栽赃慕容家！儿臣不敢。母后稍安勿躁，待儿臣详查清楚，自会水落石出。儿臣先行告退。欺杀我也！青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今天心情很烦闷，所以啊，特地想要带你出去散散步。哦，没心情。是吗？嗯。我这里啊有一封给你的信。我的？我在你们这儿又没朋友，谁会给我写信啊？哎，这写的什么呀？本来就看不懂繁体字儿，还写的歪歪扭扭的。这个呀，是长河村村民写给你的。他们感谢你当初救了他们全村人的性命，所以啊，邀请你再次去长河村做客。不过，看你今天如此狼狈，又没什么心情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谁说的？我现在烦得很，还不如出去散散心。走吧，走。神医，你来了！忘了我教你们什么了？要叫我美女。真乖，来拿着分吧。哎呀，恩人来了，神医来了！这是我给大家带的礼物。美女，听说你要当太子妃了，皇宫大吗？皇宫里的姐姐都和你一样善良美丽又有本事吗？娘亲说，如果你当了太子妃，就不会来看我们了。小石头，别瞎想，美女姐姐还有事情呢。赶紧，你们去玩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乡亲们，你们也去忙吧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青柔，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，你是属于天空的。若你真进了王府，做了太子妃的话，你就像折断了翅膀一样。你扪心自问一下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皇上，你在为何事而忧心呢？你看，妻儿近日监国，处理政事不周，众大臣都纷纷上书，谈及他的不是。原来是为这事儿。本以为妻儿最像朕，没想到他为这儿女情长之事，竟纠缠不清。现在不但监国不理，还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慕容家反叛一事的旧案上。臣妾也没有想到，
妻儿他竟然会这么做，太年轻了。唉，做事不知分寸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呐，传太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你这会儿不会说朕立太子有点过早了吧？不早，不早，皇上，早些发现问题所在，毕竟也是一件好事。说来，你我少年夫妻走到现在也有几十载了，一起养育了4个儿子，也实属不易。眼下，一儿竟先离我而去，妻儿身为太子，小儿虽小，他亦不要你我操心。反而哀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晨儿。我听说，晨儿最近在家闭门思过，低调行事，散尽家财，赈济灾民。我想，他的确反思了不少。有这种事啊？的确如此。皇上，何不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他日在朝中也可助妻儿一臂之力呀。皇后说的也不无道理呀。晨儿毕竟是朕的亲骨肉，若他能真心悔过，朕不会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皇上，何不先恢复晨儿的亲王爵位，以观后效呢？皇后啊，朕再考虑考虑。你放心。娘娘，太医来了。皇后娘娘，谢言辰他们竟然让我用慕容依允离间尹晴柔跟谢言齐，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？不错，我是恨尹晴柔，不想让她得偿所愿嫁给谢言齐。但是，若是真的离间了尹晴柔跟谢言齐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尹晴柔到最后还是会与我心上人一起双宿双飞的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到时候我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。可若是不听杜应和谢言辰的话，我又能怎样呢？我又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哎呀，孔双双啊，孔双双，快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啊！快想个办法呀！朕今日来是有要事宣布。小秋子，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恢复二皇子凌晨王之封号，进御书房，协同太子处理朝政，钦此。此事不妥，怎能这样？皇上，臣以为此举万万不可。
小丘子，传朕旨意，到凌尘王府宣旨吧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是臣儿啊，多日不见，母后甚是挂念呢。母后，儿臣近10日静思己过，日日夜夜祈求父皇母后身体安泰，江山社稷长久治安。乖孩子，母后知道你孝心一片，实在是欣慰。你本无大错，你父皇恢复你的封号，你可要珍惜呀。是。是，臣儿知道。若无他事，儿臣就先告退了，望母后保重身体。去吧。慕容家的事，我绝不后悔。凡是毁我江山社稷之事，我定不会饶恕。哼，慕容依云，就算你逃出来了，我也绝不会就此罢手，更不会让你嫁给妻儿。人家原配都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谁赖在这儿不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就是第三者插足吗？唉，你说这到了古代，某些人也还是个做第三者的命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哎，我记得之前某些人一直说最讨厌第三者什么的，如今呢？可悲呀，这不就是山水轮流转，你不转，我转呢？孔双双，你不用在这说风凉话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违心的事儿。对，这人呐就得要脸，不能做了那啥，还得立牌坊，对吧？哎，孔双双，我是不想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抖出来，你那些烂事儿比老太太的裹脚布还要烂还要臭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逼急了，我把你的事儿全抖出来，臭掉整条大街。哼！行，你等着，我让你煮熟的鸭子嘴硬。你是谁？是不是老三派你来杀我的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王爷莫慌，我若是想杀你，在你晕的时候就动手了，
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你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找我所谓何事？王爷不觉得最近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心想事成吗？难道王爷不曾想过这暗中是否有人帮助你吗？难道那个人是你？不可能！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找我到底有何事？慕容依允的出现，在时间上，王爷想过没有？为何恰到好处？王爷就没有想过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说这么多，如果王爷不信，那我也不说了，在下告辞了。慢！俗话说，兵行险招，他信誓旦旦，想必所言非虚。大侠莫要生气，本王只是有一事不明，你为何要与三弟对抗？我与谢延琪之间的事情，王爷还是不要多问了。你只要记住，你我协作，定当助你登上皇位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王爷就不要在我面前装了。这是你在朝中党羽的名单，王爷看一看，是不是这些人？敢问大侠，究竟何人？这些你无需多问，你只要记得跟我通力合作，这皇位必定是你二王爷的囊中之物。哼！好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话既然说到如此份上，本王就信你。那以你看来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王爷莫急，有什么消息我自然会通知你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。哦，请讲。双儿一直在听命于我，为我办事，还请王爷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一条生路。双儿是你的人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王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来了。贤妻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我这次来，是想给你我之间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一语，对吗？不，我说我保护不了的那个女人是你啊，青柔。自从你待在我身边，这一路以来竟全是凶险，加上这朝堂之上步步惊心，我就更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不会再让你纠结了。青柔，你决定了？你可得想好了啊，这可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决定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太轻率了。权益的，难道不是吗？唉，这样也好。哎，你如果不嫁给谢言齐了，那我们就进不了祠堂，那我们怎么穿越回去啊？我是这样想的，等他们成亲以后，我就去求谢言齐，让他放我们进宗祠一探究竟。但是如果他要是不答应呢？他要是不答应，